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要来敬拜主耶稣，来赞美至高神。相信神喜悦我们在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名，来荣耀他的名。每一天，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每一次来到教会，就向上帝献上赞美，献上感谢。谢谢主耶稣的爱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有温度而且善良的人，也领受神的祝福，可以在这个世代得盼望，也为主而站立。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求主耶稣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邀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生命里有许多的恐惧，人生有时候会有重担。其实现在的道路很艰难，也或许我们的心好像走到了尽头，但神却要带领我们胜过黑暗，进入光明。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开路者，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样写：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们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用敬拜、用歌唱来寻求主耶稣的同在。我邀请会众，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前，来寻求主耶稣。让我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
都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主啊，需要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家人，为我们小组的家人，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也为我们重担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向你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生命里有许多的软弱，也有许多的重担，甚至心里觉得快要放弃了。但主耶稣，我们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是施恩帮助我们的神，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把属于你的盼望再一次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都要来紧紧的跟随你，因着你的爱，靠着耶稣的爱，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寻求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依靠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盾牌，让我们把生命放手交给你。求你的光指引我们生命，走出黑暗，进入那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谦卑的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总是一点一滴在坚固我们的心。谢谢你，你从不曾离开，因为有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寻求你。
主耶稣，我们失败过，我们也失去过，我们有正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也有正在病痛当中的家人，也有在工作上面临到绝望的时候，也有在家庭关系里充满泪水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要来寻求你的同在。主耶稣，谢谢你，你擦干了我们眼泪，你陪伴我们一起同甘共苦。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的生命要永远的依靠你。我们要大声的来宣告，我们要领受你的真理，要紧紧的跟随你。因着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谢谢你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新生命。我们要坚定的跟随你，我们要把生命献上给你，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你是至高神主耶稣。愿我们可以把生命单单的归荣耀给你。谢谢主耶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所以说你是信实的，你是良善的，所以说我们要永远的来依靠你，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要为你而站立。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我永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
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所以说，我们要永远的来依靠你。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渡我风浪。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领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所以说，因为有你，我们不再控告自己；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再被辖制；因为有你，我们就有信心度过生命里每一个风浪。所以说，谢谢你，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在生命里坚固的磐石。就带领我们的生命活出你那美好的真理，活出自由又宽广的生命。你就释放你属天的医治，你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胜过黑暗，进入光明。主啊，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得着盼望，我们要为你而站立，我们要永远的来依靠你。哈利路亚！所以说，你释放属天的医治，我们就不再被辖制。哈利路亚！释放属天医治，我们不再被辖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活出你所造荣美样子，释放属天医治。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质疑，在你里
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至高神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看见荣耀君王，驾着云彩而降临，全地震动，全地震动。主你用慈爱怜悯，将我最完全洗净。万民歌唱，万民歌唱。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我看见全新时代，新奇妙的照着地，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看见复兴来临，全因祷告寻求你。我们屈膝，我们屈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求一直接近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我要能触摸你心，我所做一切全为你旨意，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废墟。求一直接近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我要能触摸你心，我所做一切全为你旨意，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废墟。
山那，愿荣耀都归于至高无上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一群恩待的百姓。我们唱着赞美诗歌，同心聚集在你的圣殿。主啊，你是圣殿之主，也是这个礼拜的主，所以我们全心投向你。愿神的恩典恩膏这个时候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亲自来扶持，来遮盖，来保守，让我们用信心来追求，就像我们歌词里面所对我们呼求的，愿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旨意，我们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会去。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信仰告白。愿神你的旨意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的掌权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你的荣耀，也看见你的应许，也看见你的呼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完全荣耀归于你，让每一位虚心追求虔诚敬拜的弟兄姐妹都能得着神圣的恩膏跟恩典。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来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第一处在诗篇81篇10到13节，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0到26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来迎接他，玛利亚却留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但是我知道，甚至现在，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他一定赐给你。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一切吗？愿上帝赐福给听他话语并行出来的人。献诗，请西道小组来献诗。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旷野中唯一的力量》。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今天所讲的信息是信心、顺服与交托。你是爱我的天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祈祷小组。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我们的主。愿神将这样的恩典，也这样的信心跟能力赐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谢父神，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赐给我们春天这个温暖的天气来临，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这样的动力，我们这样的渴慕来到你面前同心敬拜。愿神藉由你的话语来开启每一个子民的心眼，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激发，特别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下分享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牧师开始跟各位分享有关信心的这个课题哈。那上个礼拜我们的课题叫做信心是看见与得着。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是顺服与交托，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层次或是不同的面向所碰到的信心的学习。这个信心不是给你了，那就永远存在。你会不会发现，你如果手机用太久，你的电量会怎么样？会下降，或是你忙别的事，突然间忘了某一些家里的事，或是某一些物品没有存够量，你会发现，赶快去寻找。其实我们的信心有类似，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满满饱满的信心呢，但突然间又觉得好像有点软弱，感觉信心不在我的内心里面，感觉有虚空，或是甚至有点犹豫。那今天我们要分享是顺服跟信心的关系，特别有顺服才能有交托。刚刚我们诗会给我们带领，我们唱了读了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在经文当中一起学习，一起复习哈。那信心跟顺服，牧师首先要分享大家一段熟悉的经文哈，虽然没有印在里面，但是你一定很熟悉这一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记载了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那前面一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他在旷野被魔鬼所试探，1到13节，然后14节就开始记载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换句话说，好像耶稣就是在第4章所记载，他出道了，对不对？他一出道，就一鸣惊人了，而且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或是受到许多人对他的这个传道讲道非常的称赞。请记得，大部分都是会众非常的称赞。但是那些管会堂呢，那些教会领袖有一点心中不是滋味，因为主耶稣讲的天国的道理跟这一群教堂的领导者，或是当时社会，因为他们等于是宗教跟整个民族整体都合一的，所以宗教领袖也实质是他们那个乡里的领袖了然后后来这段经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2段，一段是耶稣他就来到他的故乡成长的地方拿撒勒，他也进到会堂，表示说主耶稣当时他也是遵照犹太人他们的礼仪习俗敬拜，也到会堂去敬拜。那这段经文就我们常常会引用到，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哇，这段等于是耶稣出来宣教的一个起手式，对不对？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整个生命，或是整个要传扬福音的一个基础，或是他的一个呼召讲出来了，就引用了圣经以赛亚，那让这群管会堂的，让这群教会领袖知道说，哎，我不是平白无故好像冒出来哈，突然间爆发出来一个明星人物，我是按照旧约以赛亚书所宣告的啊，所以我们指南执事就用这段经文啊，4章18节啊，成为他这个宣教据点的一个名称。然后这段经文的后续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哈。这段经文是说，耶稣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坐下，会堂的人都目睭金金的看，在看他。然后耶稣说：“今天的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众人都称赞他，稀奇他口中的言语。好啦，看起来哎，气氛蛮不错的吧？而且他讲说，我刚刚宣告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要应验在你们口中，看起来都非常的 OK 的，很好啊。但是呢，他宣告一句话，在4章2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所以，耶稣在拿撒勒讲道，引用了旧约圣经，看起来都很顺啊，大家都很喜欢哦。突然间，他插入这一句话，他说：“先知在本乡没有人悦纳的。”然后他就讲了这2个故事。我说这2个故事跟当时耶稣用这个故事挑战那些算起来算是老信徒了，要他们思考这2个故事的那个给他们一个挑战。他怎么说呢？他其实是讲了2个故事，一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我先念一下，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哪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然后他就讲这一段，然后第2段就讲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引用圣经嘛，跟他前面引用以赛亚一样啊。但是奇怪，变化了啊。他说，会堂里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哎，耶稣宣告以赛亚书，然后又宣告这2个故事。突然间，这些百姓就翻脸了。他说：“他们怒气满胸，就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所以带他们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那不得了，怎么突然间，人讲春天后尾面，有没有听过？啊，这个礼拜突然间呢，早上晒太阳啊，突然间下午冷得要死，把冬天的衣服赶快拿出来，变化那么大。他前面不是说众人都喜欢他吗？听他讲的话。”他耶稣已经先预言好了，他说先知在本乡没有受欢迎的，真的。后来又把他推到山崖去，要威吓他，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很笃定啊，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是牧师先讲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圣经的经文的背景。但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稣讲了这2个故事。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大饥荒，以利亚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好，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嘛，哈。然后记载说，撒勒法的寡妇因为顺服，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因为神迹临到他身上。这个很特别。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原来的经文就是引用在以利亚跟这个撒勒法寡妇的故事里面，有其中讲到说，3年6个月没下雨。好了，是开始饥荒的时候就发生了，说他们那边很多寡妇
3年6个没有下雨，许多人因为旱灾而饿死啊。所以呢，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出现。我也感觉有一点不大了解。发生旱灾，大家饿肚子，对不对？为什么有寡妇？男生呢？男生去哪里？到底是到远方去讨食物呢，还是战争而死？不知道，反正就是寡妇很多。耶稣特别提到说，很多寡妇，那表示家中都非常的贫困，甚至有饿死的风险。但他说他就是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这个还有一个故事背景，这位撒勒法在哪个地方呢？是外邦人，不在以色列的境内，他是在推罗西顿的南方，有一点在地图上是北方，那边是外邦地区，是专门在拜那个偶像巴力的，大概就是这个背景。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让这些从小可能听圣经故事听了很多，以利亚的故事他们也很熟，以利沙的故事也很熟，但他特别提起说，那么多寡妇，他们都不相信，不认识神，但是撒勒法的寡妇敬畏神，相信神，顺服神，所以这位寡妇被记在圣经里面。那些对话我们可以从圣经写的看得更清楚，但是我简单说，以利亚奉差来到这个寡妇家，这个寡妇他们家已经全部可吃的东西都不剩了，是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他跟以利亚说：“我没有饼，只有一把面和一点油。我现在捡柴，要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你看，哪有人这样的消极？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这是最后一餐，总是要吃一吃再死吧。但是竟然以利亚好像一个不速之客，而且是外邦人，平常他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再来往了，那时间闯到他们家去，而且跟他讲说：“你去拿点水和饼来给我。”哇，你看，一个遇到生命绝境的人，竟然遇到一个不速之客给他要面粉跟这个饼，所以有一点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有一点这样子，就有一点觉得无奈直接先把那情形讲出来。但是以利亚对他讲一段话，他说：“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你先为我做一个饼，小小的饼拿来，给我一碗水。”就是这句话而已哦，为我做饼，一碗水。如果平常我家里食物很多，我们台湾有一句蛮温馨的话说：“咱家也无欠一碗一碗香滴。”有没有听过？以前的人很好客来一起吃啊，不先讲就来，还是有饭可以吃。但是这寡妇是遇到绝境了，就剩下这一点面，然后吃完了就准备挨饿，甚至要死亡了。但是竟然以利亚给他讲说：“你给我一个饼，给我一碗水。”那代价不是代价，你的应许是什么？他说：“坛内的面不减少，饼里的油不短缺，然后直到耶和华使雨降临在地上的日子。”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是吃最后一餐比较好呢，还是给这位以色列来的来宾吃呢？而且以利亚讲的这些话是超乎想象，不是说你要跟我要一个小饼了，我如果有怎么会吝啬呢？他讲的是后段话说：“你给我做饼，你就会坛里的面粉不减，油也不减。”完了，那这个我要相信你吗？突然间跟我讲这个话，哇，这个太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天人交战，一个顺服接受，还是你抗拒？因为其他寡妇也可能这样子拒绝他。好了，然后这位寡妇以信心跟顺服的态度，不顾自己在旁哭闹的孩子，做好了饼，真的给他吃。好。这个以顺服来证明他的信心，这个故事在这边。然后我们知道，用信心来顺服并不容易。
寡妇做好饼招待以利亚吃也喝，因为他的顺服，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那我们看到在旱灾的3年6个月，坛里的面不增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神迹临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真的是哪里有信心和顺服，哪里就能经历主。请记得，刚刚我提到，这故事在圣经的神迹故事很多啊，但是耶稣为什么会对拿撒勒这一群他很熟悉的信徒讲这个信心的故事，而且还讲一个外邦人的女子的故事，然后拿撒勒的会堂的人气得不得了，把他赶出去。你会不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挺奇怪的事，对不对？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故事，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大麻风的，他说，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讲这个故事真的有铺排耶，你看，以利亚就是以利沙的老师嘛，他的师傅嘛。以利亚碰到的事情是饥荒，一大堆寡妇，就只有这一位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相信。好了，以利沙的时代是哇，更可怕，因为他们的国境很多人长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前的一种很特别的疾病啊，因为现在医学发达了，我们台湾的大麻风的那个传染病已经被消除掉了。以前在台北，在乐山疗养院，有很多人是因为得大麻风去那边被照顾，因为家人很害怕排斥他。在古代更可怕，他们几乎就要被丢弃了，也没有什么安养中心，也没有什么园区来照顾他，就把他丢在可能一个山谷或是一个山洞，然后你在那边存活。我家人勉强拿一个东西丢给你，还不敢拿给你，因为那个时候一看大麻风就会生类似皮肤病，然后整个手脚开始腐烂，很臭所以那个是非常可怕的病。然后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以顺服来证明信心。这位乃曼将军，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时代，当时以色列有许多大麻风病，没有人相信上帝能洁净他们的大麻风病，反而是常常攻打以色列的叙利亚北方的一个国家，他的大将军叫做乃曼，他虽然是将军，但是也罹患了大麻风。疾病瘟疫不会挑人的啦。好了，那这个将军得病了，为什么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因为有一天他听到他从以色列掳来的小女子跟他的祖母讲这一句话，在他旁边讲这句话，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只要以利沙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必得到洁净。这个时候乃曼，你说病了就赶快去求医生他到处努力乃曼真的听了，真的就大阵仗，因为他是将军嘛，人前人后一大堆人马，然后就听小女子的话去找以利沙。那问题来了，他真的有来，看起来还不错，不过状况发生了，以利沙不见他，那不得了！我作为一个将军来看你这位老师你连接待我都不接待，还连看我都不看我。他反而叫以利沙叫一个仆人去跟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洗7次澡就好了。”看来很简单的事，对不对？但是人就是骄傲。他从叙利亚来到以利沙他们的家，没事，他就求医若渴嘛。但一听说要在我让你们家的这个约旦河洗，那我就不信了，不得了了。他说我的故乡，我的国家，河大的不得了，水清澈的不得了，干嘛要来你们的约旦河洗呀？所以问题不在于河大不大，水清不清呢，
是因为这一位乃曼他的自尊心以及他的骄傲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关键点，还好有他的一个部下跟将军说：“将军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可以让你得医治，你难道不做吗？何况是洗个澡，平常人都要做的嘛。所以何况你只是去做沐浴而已。意思说，如果这位先知叫你做大一点的事，你为了得医治，你一定会去做。何况是一个区的洗澡的事啦。所以不是他愿不愿意去洗，我们人都要去洗澡啊。但是就是光为了说，你干嘛不见我？干嘛不亲自来医治我？干嘛叫我来你们这边？他如果从他心里面讲，可能是你们这条很像台南运河一样一个小水沟而已啊。问题在这里，骄傲竟然让他生气起来。但是当他的部下跟他讲这句话，他马上冷静下来。乃曼听了部下的劝告，就回心转意，走到河里，照以利沙所做的，在约旦河沐浴7次。结果他说，他的肉、他的皮肤复原的好像小孩子一般，得着洁净了。好了，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为什么讲以赛亚的书，然后又讲这2个故事？其实从牧师的领受是，这一群拿撒勒人，他们从小都知道这些故事，也常常听这些圣经的老师跟他们讲这些信心的故事，但他们只把它当成故事，没有真正的接受，没有真正从故事里面那个精神去拿到了。所以耶稣讲了代表旧约的事件，我们在这神迹当中发现，竟然是一群可能没有听过这些圣经故事，或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外邦人接受了。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给我们一大的刺激。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呢？信心不是说刚刚我讲说你受洗了，信心都一直在，有可能你像温度计一样，像这几天的天气一样，有可能像你的那个行动电源一样，你的手机的电源一样，起起落落耶。你怎么样一直保持满格呢？这些拿撒勒的会众没有办法去点动他们的心，竟然是把耶稣赶走。弟兄姐妹，乃曼听了部下的劝告，去洗就得洁净了。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教训，他都是这一个外邦人接受。上帝借着这些神迹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是提醒我们，特别我们现在每一个都是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在座的是那个很历史很久我们的老信徒了。但是即使你是被上帝拣选的百姓，你如果不相信、不顺从，上帝不会帮助你。就怕是我们心已经没有活力了，硬了，就像拿撒勒会堂的那群老信徒一样，那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只认知，但是没有行动，没有去顺服或是去接受。反而呢，你看，即使是跟上帝选民为敌的外邦人，只要是敬畏、信服、顺服他，他仍然看顾。很有趣，耶稣讲了旧约的故事，我们等下会看到耶稣亲自经历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跟马大的故事。不过我们先复习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期待上帝的充满，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我们曾经很多人祝福的话常常会引用，很多人讲到也会引用这种经文。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经文稍微做一点前后铺排，你会发现说，上帝讲这句话是有下面的一个接续的。81章诗篇10章10节到11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你请看这段话，如果我们送给别人，你会发现说，哇，真的要这样子做啊！大大张口，我就要给你充满。换句话说，你要勇敢的向神呼求，我就供应给你，我就给你成全。但是这个诗篇后面的话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是在提醒我们，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我要给你，但是你不听。”他说：“以色列全不理我。”这些都是老信徒哎，老百姓呢。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提醒呢？好，那这个是接下去的第12节，他说：“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换句话说，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但是你不听神的声音，他说：“那我就让你任意而行，然后你心里刚硬，自己做自己的，然后没有成就，或是走冤枉路，或是最后失败来告终。”但是神他不离弃，他的应许跟爱还在。13节说：“甚愿我的民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了哈，我们重要的一个起点。我们做一个反省，我们每一位在座有的信主好多年了，从小就信主了，请我们一起提醒说，我们不听从上帝的声音，就无法顺从上帝。上帝对他的应许是绝不食言的，就像刚刚诗篇所讲的，我要为我的百姓预备啊，我要我的百姓听从我啊，肯行我的道啊。当这样你们大大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了。但是我们要反省，其实基督徒久了之后，常常会陷在那个自以为是、骄傲啊，以为按照自己的常识判断，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然后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知识，或是用自己的人脉去解决事情。那常常是我们自己要去提醒自己的哈。然后在嘴里说相信主的人，却不听也不信上帝的话，上帝就无法显现在我们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要去提醒、去验证，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现在像拿撒勒百姓一样？所以有一个描述说，不顺服是死信心的别名了。你不顺服，这个信心是死的，因为你知道，也会讲，也会听，但是没有做。不顺服就是没有做。所以对顺服对象的信心掺有一点杂质，就不是全然的顺服，神的作为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信行。因为这个也为什么说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比较，说啊某某人他怎么常能讲这个见证的故事啦？神怎么老是那么爱他，老是都应许他的祷告，我怎么都没有？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这样的信，这样的接受，这样的顺服，也这样的交托。所以我们来对照马大他的信心旅程。马大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悉，但是我们简要来说，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因为患病而死，在寻求耶稣医治的过程，他的信心有起起伏伏哦。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是主要的经文了哈，从第10节到第26节。那我们说一个简要的述说就可以。马大看到耶稣是先埋怨，他不跟耶稣求哦，埋怨为什么？因为已经4天了哦，不得了。而且他会讲4天是说，明明我的弟弟在病，我还请人家去邀请你赶来，但耶稣就悠哉的继续他的行程，他也没有改变行程，也没有赶快叫一辆救护车赶快赶过去，都没有。其实这个也算是耶稣在验证一个信心的过程了，因为耶稣知道拉撒路不会死，会复活，但是他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径，让马大跟他的妹妹玛利亚去经历到信心的功课。所以呢，圣经里面在对话过程中，耶稣以信心的原理来说，他跟他说：“这个拉撒路不会死啊。”11章23节说，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
马大还回答他怎么样？对啊，我知道他会复活，他不是讲这个复活，他是末日，他说末日要复活。但耶稣就告诉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在质问这个马大。弟兄姐妹，我们从旧约那两个故事，在印证到耶稣所亲自经历的这个马大的故事，我们可以说，耶稣在讲那个信心的故事，有点他在讲第四度空间，那个属灵的事，那看不见的。但是马大是用他的尝试，用他人生的体验说，一个死去4天的弟弟，你还在讲说他会活着。他只是没有开口说你讲喊过，你骗我，所以他就回答说啊，是末日复活，我相信啦。但是明明他已经死4天了啊。好，那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复活，所以圣经有记到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耶稣哭了。那很多圣经学者说，他提这个怜悯拉撒路，所以在墓前哭，这是很合理。但是有人会解释说，耶稣知道他会复活啊，他不会死啊，这样的话为他哭有什么怪怪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这样解释说，他其实是为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当时信心不足来哭。有点场景说，哇，你们这3姐弟是平常我最关心的嘞，平常很认真在陪伴你们竟然在这个时刻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为他们而哭。当然这两个解释都可以通了哈。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是主所说的。那就是耶稣也讲说，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相不相信？所以马大等于是忽略了耶稣的心意。耶稣借由慢慢没有准时到，或是说没有提早到，让马大去经历了这个信心的功课。他要赐给相信他人最大的幸福，所以因为这样，耶稣感到心里难过了哈。所以耶稣才说：“我不是对你说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还好，马大跟玛利亚因为看见耶稣的痛心而心疼，就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后来他有改变心意哦。为不相信耶稣而悔改，所以他们改变了心意，选择了相信。约翰福音第11章的这个26节，我们读到27节，马大这样说。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来世上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边，我们读今天的主题，我们会看见说，不要先说你是老基督徒，你对信仰认不认识，而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不是我已经有了，好像我有一个 credit， 我也要有这个信用，我现在就有。有时候你是被试探的，你是被引诱的，或是你是软弱的，就像马大一样。所以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相信要跟信心相称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呢。换句话说，信心是行出来的。所以先看不见，你相信，然后相信又行出来，哇，那个形成就很特别。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叫做加尔文，他讲过一句话说：信心就是闭上眼睛，努力聆听，跟随上帝要我们全然的顺服。这是加尔文的教导。另外一位第二次大战出名的牧师潘霍华，他讲说，信仰是顺服主的命令，顺服。那人就是因为第一个，你有知识，你有经验，你有理智，你有自尊心，甚至有骄傲，所以很多事情你发现不合理。3年6个月，饼跟油都没有欠缺，理智上你接受吗？到约旦河洗个澡，病就医治，你接受吗？弟弟死了4天了，耶稣说他会活，你相信吗？换句话说，已经都超出我们人的理智跟科学的范围了。那其实很多信心就是超出这一些，才叫信心嘛。神迹就是超出这一些才是神迹嘛。
一个现代的牧师叫麦戈登牧师，他讲说，顺服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钥匙，顺服。所以有时候单纯的心反而很简单，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你有很多自身的经验跟这个知识，反而会让你卡住顺服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征服人生的圣母峰，美国第一位登上圣母峰叫做吉姆·惠塔克，他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当时组了一个登山队，然后在整个移到那个尼泊尔，就是圣母峰的山下去做高地训练。哇，很认真大家都很严格，都是身强体壮的是很有经验的高山登山专家这位就是那一位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这个是他圣母峰的留下的照片那这位登山队在尼泊尔做训练的时候，尼泊尔的导游就开始对这群人讲话。他说：“你们想要登顶的话，就要完全信任我，跟随我。”哇！这些登山队员一听这话，说：“哇，怎么那么臭屁呀？哇，你这个向导，我只是出钱请你来的，你讲说一定要听我的，好像觉得他很骄傲，对不对？”所以登山队人不客气的就回答说：“这个没大脑的家伙，我们为了征服圣母峰，经过多少年的训练，而且是当时最好的装备。你竟然说你是一个登山导游，叫我听你的，不像话！你看，骄傲一出来了。他们骄傲不听导游的话，但是惠塔克回答说：“我很想登山，我想登顶，我会全力配合。”这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到最后，就只有相信导游、跟随导游的惠塔克登顶，其他的人装备好、体力好，但是在山上那个环境他没有走过很多看不见的挑战他们没有经历，所以他没有跟导游，他就自己来，以为自己能够克服，所以到最后都不成功。因为顺服，惠塔克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征服圣母峰的人，是因为不是他的体能跟他的那个操练比别人好，是因为他谦卑、信任、跟随导游登上荣耀圣母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故事感到一个教导，就是相信主就是拥有谦卑的心了。骄傲的心没有办法全然让我们信靠，谦卑的人不会靠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是要全程仰望。换句话说，你的理智要去交战，因为我的理解、我的经验，3年6个月，约旦河，弟弟已经离开了，你还要交托吗？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心跟顺服，再加上行为，就是交托，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一再强调的重要因素。上个礼拜我们说看见，是你先掌握住，这个时候是你愿意接受神的带领。所以靠恩典生活的人是信靠主，将一些重担都卸给主。换句话说，你不要自己盯着，或是把自己的重担一直背在身上，而是说：“是的，主啊，我交托你，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你信的，你就得安息；没有，就重担一直背着。”所以，在世上生活的人，有人过得很艰苦了，哇，苦读一大堆，但有人是生活的非常平安稳妥，祝福满满。看起来如果去分析，这个人也没比你厉害，这个人没比你有钱，这个人也比你知识高，但差异在哪里？是因为取决于你信靠的对象，你有没有信靠，你有没有交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迎接50喜年，我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复习，或是来做一次检验我们自己信心的功课。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顺服、有交托？所以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富强人都能够用信心、顺服、交托来经历上帝的荣耀，靠着主的恩典而活。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刚刚我们的敬拜团有带我们唱，如果敬拜团同工有在这里的，可以带我们来唱一次，我们坐着唱。这首诗歌就是信靠跟随。我们一边思考经文的教导、信息跟这个诗歌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我们再来一起祷告哈。信靠跟随。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是信实，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当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我，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令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质疑，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你里面再一次。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感谢主，弟兄姐妹，这首诗歌虽然我们不是很熟，但是里面的歌词在提醒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真理，能够除去论断和质疑，脱下谎言和控告。我们在神面前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的信心不会随着环境或是我的知识、骄傲而断绝顺服。求神让我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应许，让我能够谦卑的在主面前走上一条信心、交托、顺服的道路。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有亲朋好友，有人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信心、信仰可能有挫折，或是很久没到教会了，或是你的家人，请你为他祷告。愿神再一次激起他们的信心，也求神帮助我们。既然耶稣所讲的故事，马大的信心是经历那么大的挑战都能得应许了，神要我们所做的也许不是那么多。愿神让我们愿意跟随，愿意接纳，让神在我们身上活出了许许多多神迹奇事，许多的应许跟成就，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爱的人当中。最后，我们为教会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也为你所关心的事献上祷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开口或是静默，一起来做祷告。谢谢主，感谢你恩典，谢谢让你浇灌在我们当中，喜乐在我们当中，智慧在我们当中，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赐下你
恩典跟赐福，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的功课，求你让我们能够超越一切的骄傲、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束缚、一切的知识，让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交托神的应许，大大的祝福，大大的张口，我们就得充满。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人以及教会有亲友遇到病痛的，求你施下医治在我们当中。天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是的，主啊，在许多不可能的事当中，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一切情势都被改变，因为神看重我们的信心，以及交托，以及顺服。神啊，你怎样应许以前撒勒法的寡妇、乃曼将军，你怎样让马大重新恢复信心？我们也求主将这样的信心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呈现。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也让因为我们的顺服得到见证，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家中的人看见神的应许，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为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施下医治在他们当中。在春天来到的时候，就求你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得平安跟健康。再次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时候，让我们一同来奉献。请会众从座位上起立，一同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本月金句，这时候请大家看到周报最后一页，让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报告，周报第2页。下周主理是曾瑞平牧师，司理是杨中和执事，其他服事请同工自行来注意。接下来是周报第4页，本主日为大斋节第1主日，
代祷团于今年所推动的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定于明日起展开，时间是3月10号到4月18，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一同来参与，参加者请到公布栏进行登记。第二点，本会第一季长执祭首长联席会议定于3月23下午1点半在2楼会议室召开，请同工预备心来参加。第三点，本会定于4月20复活节主日举行圣礼典，欢迎有感动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也鼓励要参加洗礼坚信礼的兄姐、青年及小儿洗礼者，能以祷告的心于3月30以前完成报名。第六点，亚东剧团与加拿大 Smile Theatre 合作，定于3月22号礼拜六上午9点半在本会演出《金斧头》和《纸袋公主》2出福音的新剧。这个戏剧不分年龄，适合全家大小以及慕道友来观赏。欢迎兄姐广为邀约，社区的民众、学校儿童前来观赏，也借此来传扬福音。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第二点，周间查经班事工消息。2025年全教会查经班预计开课时间3月11到6月25，每周二早上10点，以及每周三的晚上8点，由曾瑞平牧师带领大家来查经，内容是加拉太书，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报名参加。牧区及团契消息。第3点的主日学消息的第一小点，富强彩虹剧团于3月29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由今年所新成立的富强彩虹剧团来演出彩虹儿童音乐剧《成为祝福》，也同样欢迎弟兄姐妹、教会的会友一起带着家中幼童或小学生来观赏，也可以邀请新朋友一起来参加，并且陪伴他们观赏这个特别的戏剧，让这出戏剧成为祝福，也真的成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祝福。关怀代祷事项，请弟兄姐妹继续为着台湾内政以及外交、国家复兴守望来祈祷，也为着本会的事工推动、国度的福音传扬，以及教会身体病痛之兄姐的健康与平安来守望代祷。奉献征信的部分，请兄姐自行来参阅，若有出入，请找财务同工进行更正。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介绍哈，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叫做刘梦如弟兄，有在这边吗？刘梦如弟兄，先离开了，好，欢迎他哈。刚刚那个圣恩干事说他是我们的一起合作的厂商了哈，一起合作的厂商，他可能有时间来我们教会。好，另外是还有别的名单吗？没有哈，是额外的 ，OK。再做一点提醒哈，刚刚有提到说耶稣受难前40天的禁食祷告，那个40天的来由就放在我们介绍的大斋节的介绍，我们看一下对照就知道哈。那牧师昨天特别有邀请我们松联团契，还有我们的提摩太，说大家来参与签名。那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说。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哇，要禁食，我没办法，所以我也不用祷告。”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太可惜。我们说连锁祷告的意思是同心嘛，哈。好，这一个时段有一群人祷告，下一个时段一个礼拜有21餐嘛。那我是邀请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你真的体质上不适合禁食，但是你可以祷告啊，对不对？如果你说我可以祷告，虽然没办法禁食，你自己内心跟神说。抱歉哦，我要吃东西也能祷告，你就把它签名进去。所以松联我们也邀请他说，你不能禁食，但是也可以祷告。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有参加禁食，比如说我签的某一个礼拜1、礼拜2哪一个餐，但是其他的时间也可以祷告，对不对？就是说我禁食是哪一餐而已，但是我们在楼下哈有这一张祷告表，我们看下一页，好，下一页有一个祷告表就是。右边哈，最右边那一条长条形就是21天21餐的祷告，每一餐都有2个到3个的祷告内容，你也可以参与祷告。虽然我今天有吃饭，但是我要祷告，
希望大家这种连锁的参与啦哈，禁食当然是最好，再加上你的祷告你如果说不能禁食，你也祷告。那你禁食之外的其他时间，如果能把这一张留着，或是放在你的图卡，放在手机里面，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拿出来一起对照，一起来祷告这是一个期待。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签名不是说为了我不能禁食所以就不签，那太可惜了。我们是期待有一个同心合一的第二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礼拜五我们的祷告会有突破100个有101个，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大家热心参与这个祷告会。那另外我们要特别恭喜啦，我刚刚有看到玉民在这边好，我们的玉民这个礼拜六要跟友佳在高雄德生教会举行婚礼。他因为可能在高雄所以他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让他大家为他祝福，我们要拍手给他祝福一下，好不好？恭喜恭喜！我听到是多喜临门了我们的玉民他当医生了又结婚了而且听说有住新房子，所以好事都一起呈现。我们为他祷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为神的做见证刚刚我们的诗会有特别提醒到说，我们的3月22号要举行一个亚东剧团的演出。我刚刚有看到我们的主日学要在3月29，对不对？提前1个礼拜六，他们可以先来观摩说，人家专业剧团怎么演我以后在3月底我要怎么演都可以一个共通。所以鼓励大家，那天礼拜六原来是松年聚会时间，但是是邀请所有人一起来参与那另外有一件我们关心的事啦就是我们的教会邱清流老师他的夫人就是陈凤珠老师他的夫人清流老师在礼拜二蒙主恩召安息主怀。那定于先在礼拜五14号下午先举行入殓火化礼拜，然后在16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教会举行这个追思告别礼拜那有2个说明，第一个说明就是说凤珠老师特别有讲说，因为他跟清如老师的家族都比较不是基督徒啦所以他们借由来这边做礼拜，让亲人能够了解说，到底清如老师这个信仰，在遇到病痛、抗癌，但是信心一直非常的坚定，然后充满了这个笃定跟喜乐。我们怎么样来做见证所以如果下个礼拜像这样时间结束了，我们吃个午餐，如果你时间允许，休息一下能够留下来参加这个告别式，让他们的家人知道说，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关心，一起参与这是一个邀请那另外我们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个门徒学校第2阶段报名比较少人数有点少，我们期待上过第一期的赶快来参加我们请小组长鼓励你的同工、你的干部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那第2个是查经班，刚刚那个图卡可能是旧的，这个礼拜二才对这一张才对，是礼拜二早上10点，然后礼拜3晚上8点，就是再来礼拜二就开始了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了还有我们冠冕理财这一期的已经结束了，要在5月又再开下一次，那下礼拜或者下礼拜要举行一个颁奖的是颁发证书的仪式另外我们也一起关心我们的哀伤陪伴课程在3月31号要举办一次性的当失去配偶怎么样去调整关心的一个课程，然后4月7号就13周慢慢去走过这一段疗愈的过程我们欢迎大家鼓励有时候自己不方便，但是别人可以介绍他去参加这现在是网络上的另外我们第5期的离婚关怀课程在4月底要开课了这些都很好的资讯现在上网很方便，你在家中就可以上这个课了然后这些其他的消息
我们自己来看，但是有一个点，我们来做一点介绍了哈，就是在我们的第7页的部分哈，有一个中会长职联谊会要举办一个例会，在3月16号，下午2点哈，下个礼拜天这个因为我们教会有其他活动，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加。另外就是我们的总会宣教160周年的一个感恩纪念音乐会，要在4月27下午3点半。那他们是因为说这个票有限，如果想去参加这个音乐会的，你要照我们楼下办公室登记你的名，他说要实名制，就是票是我的，我都有签名了，这样再去参加这样子哈。感谢主哈，我们的书法班呢，我们的音乐班都有在招生。我们今天有恢复我们这个午餐，如果大家结束，可以到楼下去一起用餐，一起交谊哈。祝福大家，我们的报告到这边。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带领，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感恩来避会。第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一起起立，互相请安。